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嘅議案。主席，首先我要感謝政府對發展旅遊業作出嘅努力，我亦都好感謝我哋各位議會嘅同事喺過去咁多嘅議會嘅會議當中，亦都係為我哋旅遊業發展提出咗好多嘅真知嘅灼見。今日我提出嘅議案想繼續集思廣益，就點樣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旅遊業發展藍圖2.0嘅目標同願景，令香港作為國際旅遊城市樞紐同世界級首選旅遊目的地嘅雙重角色相得益彰，並透過一程多站核心區嘅示範效應，全面去提振旅遊業嘅競爭力。主席，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大變，經濟環境充滿不確定性，強化香港嘅樞紐功能，不僅有助增強香港經濟韌性，更可促進人民交往、民心相通，向外講好香港故事，唱響中國故事，更能為區域協作注入新動力，並呼應全國兩會報告中對香港深化國際交流、交往合作、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嘅要求。現時全球旅遊業呈現兩大特徵，首先係流動加速帶嚟嘅流量紅利，其次係體驗經濟主導嘅流量競爭。香港必須通過樞紐角色擴大客源基數，再以獨特產品、升級服務、創新體驗、完善基建嘅策略，鞏固目的地嘅建設。呢種轉型升級嘅關鍵，在於從單一嘅運輸樞紐升級為綜合性嘅旅遊服務平台。呢個唔係簡單嘅疊加，而係要以交通樞紐為前提，通過完善嘅交通網絡、便利嘅簽證、精準嘅數據分析，實現從交通物理連接到旅遊體驗銜接嘅質變。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面對嘅競爭同挑戰，在此不再敘述。我想重點講講點樣通過完善交通網絡來強化交通樞紐地位，特別係解決最後一里路嘅接駁問題。去年香港國際機場5300幾萬嘅客運量當中，大概有1170萬係中轉客，1000萬到係通過車船接駁經港飛嘅過境客，反映咗樞紐功能嘅重要性。我哋必須強化航空網絡，繼續支持鼓勵航空公司增加航班航點，鞏固香港機場航線多、航班密、準點率高嘅優勢，同時深化同大灣區城市海陸空鐵嘅接駁，將樞紐輻射嘅範圍最大化，並考慮提前規劃未來嘅紅前鐵路延伸至香港機場。高鐵作為連接內地嘅重要動脈，同機場嘅協同效應亟待加強。通過優化高鐵同機場嘅對接服務，將客源嘅腹地可以進一步拓展至華南、華中等更廣闊嘅區域。而香港要發展成為亞洲郵輪樞紐，要做好海陸空鐵最後一里路嘅接駁，亦係同一道理。主席，除咗便利嘅交通網絡，開放簽證政策帶嚟嘅出行便利同樣係重要。近年國家不斷擴大免簽朋友圈，不單對38個國家實行單方面免簽，仲對54個國家實施過境免簽240小時，鼓勵咗唔少嘅海外旅客先往內地旅遊，再經香港出境。但呢啲旅客從香港往內地旅遊就未能夠受惠免簽嘅政策，因此針對開拓海外市場，我建議特區政府向中央建議，俾上述嘅54個國家嘅旅客經香港進入內地都能夠享受免簽嘅待遇，又或者進一步優化現時海外旅客嘅可以用嘅廣東省144小時便利簽證嘅政策，促進深化國際交流，強化香港嘅國際樞紐角色，針對內地市場開拓更多商務客、過夜客。我哋建議政府向中央繼續爭取進一步放寬廣州、上海、北京居民來港旅遊簽注嘅安排。強化樞紐建設嘅同時，我哋必須重視數據驅動決策嘅關鍵作用。目前政府公開嘅數據，得入境處同旅發局問卷調查所得嘅基本數據。
港人外遊嘅數據更加係欠奉。本應掌握嘅核心嘅數據維度，例如旅客嘅性別、年齡、出入境嘅模式、流動習慣、內地旅客嘅省份來源以及所持嘅簽注類型等關鍵嘅指標，我哋都無從掌握，更加唔好講運用大數據嚟預測旅客嘅流量，令我哋分析市場嘅時候呢，難免都會出現瞎子摸象，都無法作出超前嘅部署、科學評估政策嘅成效，同埋呢去做一啲精準嘅營銷。例如大家都好關注香港旅客嘅承載力嘅問題。如果我哋單單睇入境旅客一個大數字，而無法分辨到有幾多旅客只係過境香港嚟用機場，有幾多係以香港作為一程多站裏邊嘅其中一個站，又或者有幾多係從香港將香港作為單一嘅目的地，我哋掌握唔到呢啲數據嘅話咧，咁我哋咧就好容易誤判實際嘅接待嘅量。故此咧，我哋政府必須要投入資源，運用人工智能同大數據分析，並支持入境處咧提升系統，為政府各個部門同我哋業界，例如我哋酒店、旅行社、航空公司、景點、運輸交通等嘅同業咧，去提供多啲嘅實時嘅實時動態嘅數據，令我哋對市場有更準確嘅一個評估掌握。當然，要真正發揮香港作為國際旅遊城市樞紐嘅綜合嘅優勢，除咗要強化自身，更加需要係深化大灣區城市間嘅協作，充分發揮香港作為一程多站示範核心區嘅戰略價值，通過資源嘅整合，創造協同效應。所以政府一方面係要主動加強同其他城市嘅合作，另一方面要支持業界搭建大灣區旅遊業嘅協作嘅平台。同時亦都要明白，做樞紐咧就必須係要有出有入嘅。其實出入境遊都係相輔相成，要助力旅遊業界引進來走出去，促進同大灣區乃至其他城市嘅合作，共同推動雙向奔赴。喺呢個基礎上，要將香港超級樞紐帶嚟嘅流量轉化為必遊目的地嘅流量，留低個流啊！我哋必須要重視打造產品，提供獨特嘅加旅遊體驗，提升香港嘅吸引力。發展旅遊熱點工作組剛公佈嘅9個熱點打造項目，亦正正係從呢個方向努力。而喺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之下咧，旅遊業發展藍圖中提及嘅4個加旅遊嘅方向，旅遊文化加、體育加、盛事加，大家都見到已經有起到一定嘅成效。但係如何做好生態加，我覺得咧，各界仍係需要凝聚更加多啲嘅共識。主席，早前節假日西貢萬宜水庫東壩交通嘅問題引起社會廣泛嘅討論。我睇到政府都好積極去應對，但都係定位喺管理好交通、疏導人流、鼓勵錯峰出行等等。呢啲都係方便大家去郊遊嘅措施，但咁唔等於係發展生態遊。我要強調，便利郊遊唔等同於搞生態遊。我哋要搞生態遊，就要有一套完整嘅規劃、完善配套同埋專業嘅導賞配合，為旅客提供更高質素嘅旅遊產品同體驗。我非常之認同生態遊唔係追求流量，係要講求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追求人與自然嘅和諧。故此，發展生態遊應該同保育、教育相結合。喺世界各地，我睇到好多旅遊同保育並行嘅成功例子。例如澳洲大堡礁就係澳洲旅遊局利用政策、認證、發牌、新科技、教育、業界培訓，整合保育同旅遊，令景區可以同時發揮教育、保育同旅遊功能。我寄望政府用清晰嘅政策嚟解開發展旅遊同保育嘅內心矛盾，而善用旅遊專業，善用我哋香港引以為傲嘅生態資源，借鏡成功經驗，為業界創造條件，令生態加旅遊成為另一張香港嘅重要旅遊名片。我謹此陳辭，會細心虛心聆聽各位議員嘅精彩發言，懇請各位支持。